求你带领，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喜乐中。求你使用我，哦主裁剪我。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星期天的早晨，在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一起起立拍手来赞美他。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现在跟左边的朋友说你好 ，Hello Hello， 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神，你坐在天上宝座，全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无极限，你作王到永远。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我神，你慈爱无法测度，你同在使我归属，超越万物，我神，你是焚烧的烈火，你是我心所爱慕，我渴慕。国度无极限，你作王到永远。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关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
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向你倾倒我的赞美，向你倾倒我的爱慕，向你倾倒我的赞美，我倾倒我的爱。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耶稣，求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求你洗净我们的心。我们想要成为圣洁，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救赎我命，你赐下真理，我愿顺服你。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洗净我心，成为你器皿，献给你，耶稣，求你带领，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神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再一次安静心，从头来唱一次。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取出我命，你赐下真理，我愿顺服你。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洗净我心，成为你器皿，献给你，耶稣，求你带领，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神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神灵降临，
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喜乐中，在苦难中都与我们同在。你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求你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为你所用。也感谢主，透过圣灵，让我们深知你是圣洁的。主啊，求你持续带领我走在圣洁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消息报告，请大家打开周报的内页。首先，教会消息的第一点，本主日知梅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餐，团契会长就任，召开小会。第二点，2025年爱餐认现款，尚未缴交的兄姐，请直接缴交给干事入账。那也欢迎大家持续为爱餐基金来奉献。那第三点，有关新春期间聚会公告。第4点就是接下来的2周都是改成和堂礼拜，因为年节的关系。那在第2点，1月29号大年初一早上10点会有新春称谢礼拜，也是和堂礼拜。第3点，1月27到2月1号周间团契的聚会会暂停。那再来是到第4点，请各团契会长、各部部长将2024年事工报告及2025年事工计划并预算于本主日前交给干事，以利和会手册编印。那第5点是教会备有新春春联公会有使用，原则上1家1户领取1张，会后请至招待桌索取。那奉献明细的部分，请大家自己参阅。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干事更正。那接着是奉献，请司献的同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万物的主，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赐下丰盛的慈爱与怜悯，让我们能透过敬拜来回应你的恩典。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将生命的重担都交托给你，好让圣灵引导我们能更多渴慕你的话语，并真正认识你的教导。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与看顾，
我们献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我们也要用主教导的主祷文一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19章1到4节。那我来读。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正道，请义杰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成圣的路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有没有看到新的一年连续2周哈，我们都有看到新的施会人员、新的执事上来施会啊？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了。定信也是很紧张哎，会不会？有没有很期待？期待哈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个礼拜你呼召我们回到你的圣殿，让我们能够将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献给你。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面对了许多的挑战、艰难、困苦、重担。愿你的话语亲自带来安慰跟医治，也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成为圣洁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在座有没有听过孟母3000这个故事？有听过的请举手。大部分都听过了哈，季勇没听过啊。好，孟母3000哈，大家听过，但是牧师还是稍微讲一下哈。孟母哈，就是孟子的妈妈孟子，孟母哈。她起初住在可能是殡仪馆附近啊，然后孟子就有样学样啊，跟人家那个哭哭啼啼办丧事。为什么？因为也有那个哭的，专门在帮人哭的孝女之类的哈。后来孟母她就觉得这样不行，她就搬到菜市场附近。好，在座的有谁你的家住那个在菜市场附近的举手一下。哎呀，又好，来菜市场都会怎么样？叫卖，菜市场都会叫卖啊，讨价还价，对不对？买了之后还要跟人家要葱要蒜，对不对？辣椒那个孟母都这样不行。最后孟母就搬到学校的附近，建成国中附近。哇，他觉得这个环境很好，又离建成教会很近啊。那开始他就是模仿老师啊，模仿学生啊，就养成读书礼貌的习惯。我们现在在看那个故事，可能觉得很好笑，但是以前的背景跟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啦。就像我跟简大哥我们这个年代跟你们年代其实差很多。你们现在的手机，我们以前的手机跟现在最早哪有手机啊？最早有什么 BB call， 对，所以其实你要看有的经文的那个，我们在看故事的时候，有的那个背景不一样啊。但是这故事让我们知道，一个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环境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但是你会说，其实现代人与人复杂的程度、偏差的价值观，超过以前非常的多。前几天有一个报道，前阵子不是寒流吗？就有一个补习班门口大排长龙，那个妈妈抱着棉被在排队，抱着棉被搭了个帐篷在排队。她希望让她儿子可以坐在前面，那这样就可以专心读书，就有好的成绩。你们觉得呢？赞成的举手。你怎么没人赞成？好，以后你当父母亲的会去排队的人举手。
哦，好，牧师先记得哈，来的时候你如果去排的话哦，我会那个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一定哈。孟母三迁的故事到底跟牧师今天的讲道有什么连接呢？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路上面，我们要不断往圣洁的路是要来移动的，不是受洗之后来到教会之后就结束了，不是。孟母她搬迁到学校之后，她就停止了，对不对？她搬了3次，她停止了。但是信仰的移动3次是不够的，信仰的移动3次是不够的。追求上帝成为圣洁的生命是没有终点站的，是没有终点站的，直到你见主耶稣的那个面为止啊。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性，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罪性，这些罪常常会引诱我们，吸取我们许多的欲望，让我们离开上帝的真理。当然，离开上帝的真理，我们如果不调整悔改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待在原地，我们的生命其实就会陷入黑暗里面，我们会有偏差的行为出现。今天读利未记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受掳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要盖圣殿。他们透过口传历史写出什么？要让那些以色列百姓知道什么？不要再犯他们祖先同样的错。他们祖先犯了什么错，以至于整个国家被灭了？就是拜偶像，离弃了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节跟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摩西受上帝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色列百姓原本在埃及上是奴隶，他们是被压迫，被压迫的人有希望吗？没有希望的。但是今天上帝救赎了他们，让他们离开黑暗的地方，走向光明。上帝不是要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没事哦，上帝会来教导他们。上帝要负起责任，为什么？上帝知道走上光明的那条路不是很容易的路啊。不管是过去的以色列百姓，还是现在的基督徒，甚至外面的人哈，因为牧师讲道其实就是给我们里面的听的。其实我们人的里面哈，等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人其实有多恐怖啊！因为我们人哈，从始祖亚当夏娃遗传下来的这个罪性，依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也在牧师的心里面，也在你们的里面，让我们总是在光明跟黑暗的中间摇摆啊。其实思梅牧师常说我哈，我如果不是走上正路，我一定会当黑道。其实我很奸诈，你知道吗？以前起来，真的，其实。你要说灵巧像蛇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会设计让你掉到坑里面去，真的。以前我是这样的人，哦，所以我常常把客户哦都按照哈，我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像我现在跟定信讲话的时候，我是有预埋伏笔，我希望他往那个边走。我的心知已经心知到这种程度。我们常常在光明跟黑暗中间摇摆，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明白我自己所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没去做，但是我不想做的我特别去做，有没有？小孩子也是啊，那个会电哦，不要摸哦，他就故意去摸。你看好奇点头，你看，哦，好奇捧场，牧师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哦，是不是这样子？特别去摸，特别去摸。人的生命常常处在这种矛盾的中间，不是吗？约翰一书2章16节也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这世界来的。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多不多？很多啊，常常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贪婪、骄傲、怨恨、埋怨、嫉妒、自卑。自卑很恐怖哦。如果从小没有在一个被常常鼓励的人
他其实自卑的时候会变怎么样？自卑的人会变自大，自卑的人可能会被自大。他习惯欺骗，说一套做一套，心里面永远不满足，多还要更多。其实他是没有平安的。这样的人的生命其实已经陷入在黑暗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里面几样。看到同事升官的话，好朋友升官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心？会不会？会。有没有一点点小嫉妒？有啦，一定有的啦。我们牧师都会了，你知道吗？来，那个想翔哈，陈学生，他今年5月就要毕业了哦，5月就毕业了哈。然后6月受训，然后就去8月就受派到教会去，然后他到龙兴教会去哈。好，他的同学可能10-20个，然后受训到各个地方。突然听到一个同学封牧，他还没封牧哦，也会嫉妒，你知道？也会嫉妒哦，都会哦。或者是在传道师的阶段的时候，考母语，我们要考母语啊。哪一个同学考过了，他很替他开心，但心里面也会嫉妒，为什么我还没考过？人多少都会，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哦，我们同学里面呢，那时候本来金会长老知道，我本来要更早封牧嘛哈，我就想要不能输夏斌牧师晚封牧，我要比夏斌牧师早啊。按照本来我是应该比他早了，可是后来哈比他晚了一下子几个月，心里面就有一点点小嫉妒啊，小嫉妒哈。牧师不知道你现在生命的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往光明在爬呢，还是往黑暗在陷入下去？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跟横向的人的关系又怎么样？弟兄姐妹，发生什么事情不干你的事吗？难道新的一年我们没有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新的一个转变的机会吗？我们都知道，上帝都永远愿意给我们人机会的上帝，但是常常我们会自我控诉，我不配，我不配。所以，其实我们常讲说，那个老我哈，原生家庭的那个老我，常常捆绑的一个人。非常的严重，所以上帝要透过摩西，要给以色列百姓再次知道，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弟兄姐妹，你来到建成教会，不管你受洗，你还没受洗，你知道你跟随的耶稣是怎么样的神明吗？跟外面的那个隔壁的那个关公、妈祖、祝生娘娘有什么不一样吗？以色列百姓的拜的上帝，我们跟他拜的上帝是一样。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也要往圣洁、公义的路上来努力啊！上帝的圣洁跟人的罪恶产生极大的对比，这个差距就好像光明跟黑暗。你们觉得光跟黑暗差的大不大？没有时间，不然我就试验一下哈，把灯关掉，你字一点都看不到字啊。有时我们觉得我们的眼睛好像又好说他的眼睛是2.0， 1.7，哇，他看得很清楚。我现在把它都关暗了，他就看不到了。但是灯打开，他的1.7才看得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眼睛多利，但是其实不是的哦，其实不是的。光明跟黑暗是不一样，差很多了。东跟西也是差很多了。我们常常导航帮你导错的时候，你要往西边，它如果往东边是越走越远的。你不回头，你就永远没办法达到目的地。南跟北的差距，清洁的布跟肮脏的布有没有差？差在什么？外表对不对？还差在什么？味道不一样啊！等一下下去厨房啊，下去1楼的厨房，你看哦，干净跟脏的布，你拿起来闻闻看。不止外观不一样，而且味道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圣洁是上帝的本性，上帝按他的本性创造人，上帝也因着他的本性呼召人，所以上帝要跟随他的人要学习上帝的本性，就是圣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成为圣洁的百姓。你会很好奇的问：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跟他一样？
上帝你不是要给我们自由意识吗？因为上帝要保护我们啊。刚刚牧师在前面有讲了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这个世上的诱惑太多了啊，就好像如魔鬼一样啊。男女朋友、夫妻吵架啊，问一下，丁旭，你跟浩吉有吵过架吗？为大事还是小事？不记得就是小事啦。我跟你讲了，其实夫妻，我跟志梅牧师吵架都是小事，小事不会有大事的。其实很奇怪哦，当你松懈了，魔鬼很厉害，他有一个缝隙，他就会见缝插针哦，见缝插，因为大的事我们知道怎么防备，比如说孩子们生病了、吐了，你就知道很紧张嘛，就赶快送医院干嘛哦？可是他都会让我们小事的时候让我们争吵。在我们往圣洁的路上，我们要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我们的内心才有办法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常常有人传福音的方式说：“啊，你来信耶稣吼，你就一切平安了，是吗？”不是嘞。以前是牧师是信了耶稣之后，反倒把我的房子卖掉。还好我有坚定住哦，因为我原生家庭我有听到我会说啊，信耶稣嘛，赶快，你也无你较好，信耶稣无较好。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碰到艰难困苦，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是在你往圣洁的路上努力的时候，你会渐渐穿上耶稣的金装，你会有配备设备齐全的武器给你，可以抵挡魔鬼对你的攻击跟诱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陷入黑暗的人呢？纵使你已经信主了，你来教会了，当你对上帝的认识有限的时候，你就是陷入黑暗的人。为什么？你常常把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计划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当遇到危险艰难的时候，你常常会怎样？如无头苍蝇的这样子来生气。然后第一个要怪谁？怪上帝。然后第二个怪谁？怪牧师。第三个怪长老。都没有想到要怪自己。有没有这种人？有啦，牧师也有碰过了，最近牧师也有碰到了。在遭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怪很多人，弟兄姐妹都没来关心我。对陷入黑暗的人来讲，上帝对他们来讲就是像隔壁拜拜的那个神明一样。牧师以前在拜拜其实也是一样，我需要的时候我过去拜，但是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又把它丢在旁边里面。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这么说：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有办法真正认识人啊！你不觉得其实常常活到那么大，我们不是很认识自己？为什么某一个点我就生气？当然，他下面有另外一句话：唯有真正认识人的人，才能够认识上帝啊！因为我们都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3节第3节，牧师来读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摩西颁布的10诫当中，上帝吩咐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但是其中只有这2条诫命，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是不一样的哦。我看到幼书我就想到篮球。篮球里面最重要2个就是什么？防守跟进攻，哪一个重要？防守。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打球的时候，那个跑马灯的防守，防守，对不对？好，防守在信仰里面，其实它在某一部分比较消极呀。不可做，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打篮球最主要还是要怎么样？要得分呐，要得分。信仰在积极上面，我们要强迫得分。
我们可以防守，我们看，但是我们要得分。所以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你们看他新闻写是当怎么样，当怎么样，是一个积极你要去做。孝敬父母，牧师知道哈，在讲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不认同，因为牧师知道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有人从小被父母抛弃，好，牧师知道，那真的有的人是被家暴被打，啊，那牧师是通则哈，父母亲就像天父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应该受到我们充分的尊敬。牧师这边去查俗话说哈，没有孝顺父母的人哈，连狗跟牛都不如啊。那狗跟牛都不如啊，因为父母是我们来自肉身的来源呐、啊，我们都是从我们的父母生下来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从我们生下来的。每一个父母的后面的源头代表的是什么？是创造宇宙的上帝。所以保罗才会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的应许的诫命。应许是上帝要祝福的话，你孝顺父母的话，让你在世得福跟长寿。我们建成除了有名的是许多的孝子跟我们建成了很多长辈，其实他的孩子都非常的孝顺。孝敬父母其实也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一个诫命。所以啦，当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在混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可能家庭出了问题，是不是？很多家庭出了问题。我在子怡子群的他们他们读小学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很多孩子，我们的同学是阿嬷带的，隔代教养。那有的是很多父母亲离异的。那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每个人的家庭不一定跟我的家庭是一样的哦。而且这个状况，当我们在看说台湾的离婚率越来越高，代表这种的状况，家庭的状况，问题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圣洁的生活要从家庭开始，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的手言手行来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第一个，守安息日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日最大的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的本质。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一直工作，拼命一直工作，也不是要我们拼命一直在这个世界争抢。刚牧师讲那个补习班那个，你不觉得发神经了吗？带着棉被去排队，排好1、2天。他也是希望他的孩子在前面，坐在前面，可以出人头地，不要输在起跑点，就是在争、在抓、在抢。守安息日也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啊。因为耶稣的关系，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3日后复活之后，所以我们现在叫做守主日，复活的主日。上帝盼望了，让我们能将这一天分别出来呢，归给上帝，什么工都不要做。这个工不是只是我们啊，比如我们在场有一些人上班，这个工作不是。家庭主妇也是一样，任何人都是一样。我们不要再做世界的瑕疵，我们不要再烦恼，点一下爱餐要吃什么？有没有人在想爱餐点爱餐吃什么？牧师跟你们讲挂包。而且今天是那个正牌的厨师动手了，听说很好吃，我一直忍，我从第1堂一直忍到现在。我们也不要去烦恼穿什么。哦，还有看到牧师今天穿新鞋子哦，因为牧师之前那一双是我在神学生的时候，我实习那个教会，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的蓝六的那一双，我穿了快10年了。后面的那个有点坏掉，我拿去修，我没有丢掉哦。但是我知道这几天，因为他修要1个月了，1个月，逼得我要买了一双。我买了一双哈，那天志梅牧师说现在是流行这个面的，是不是？啊，年轻一下，就是听说是不是流行了？流行雾面的，流行雾面的这，啊，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都不要做，我们不要去想。子爱也不要去想那个4月份要统测的事情。我知道他不紧张了哈，我知道他不紧张哈，他很有把握，不紧张啊，靠了上帝哈。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上帝里面，我们让你里面安息。不是每个人都一帆风顺的，让上帝来亲自医治你，来安慰你。我知道有教会弟兄姐妹长辈离世，他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某一个至亲。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里面，安息里面，让上帝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有太多无情，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外面有太多的竞争，让我们害怕跟担心。前2天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一个 FB 吧？父与子的对谈。我儿子在工作上面遭受上级不合理的虽然在我们以前不合理的要求是什么？磨练，没错。所以牧师叫他要忍耐。那当我也跟他讲我以前在职场上面有多不合理的那个对待过常常的竞争让我们真的是害怕跟担心。所以遵守安息日，遵守主日，其实是帮助我们什么？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个有什么好处？不是让你乱来哦，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上帝会替你负责的啦。这样好不好？怎么大家没有声音？大家还是想自己掌握。哪是上帝赏赐的？我现在能连中10个月，是我自己拼来的嘞，是吗？你看到美国那个大火，你就知道，那个加州多豪宅里面有多少那个一烧就没了守安息日、守主日是帮助我们说，宣告上帝才是创造我们的主，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主这个是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们人有限，承认我们一切都从上帝来的。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经文第4节，来，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魔鬼诱惑如狮子一样，在路上行走，寻找失落的人。我觉得来到教会就不太会失落了啦，失落人早就没来了。魔鬼常常用什么计谋呢？他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来离开上帝的真理这个又是对你们讲的，也对我讲的。上帝不会让我们离开教会，上帝希望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捣蛋，你知道吗？你在教会捣蛋他让我们的心常常一下子这样子，一下子光明，一下子又黑暗，一下子很属灵又上帝，一下子又世界。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脚踏2条船的基督徒他也希望你的婚姻里面当中，你成为脚踏2条船的婚姻成为你脚踏2条船的先生，脚踏2条船的太太。他不就是这样在破坏我们这个世界吗？这样的基督徒在现在的社会教会多不多？还真多嘞。启示录里面的老底嘉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上帝说：“你们在信仰上面，你们真的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其实是不冷不热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常关心到自己的需要，关心自己的需要，他不会去关心其他弟兄姐妹，甚至超过上帝的诫命。弟兄姐妹，2025年已经开始了，农历的春年很快今年很快要来了。新年新希望，你刚听到那个子瑜在报的你们不要记错时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要在圣洁的路上来征战我们要成为圣洁。魔鬼他是不想要你成为圣洁的，他希望你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希望你成为是在一个，比如说你在乐团在服侍的当中，他希望你成为一个捣蛋的乐团的那个服侍者。他希望你在团契里面也是一个捣蛋者。牧师最近看一个新闻报道来问你们
你们知道现在台湾最大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没错，不是银行业，不是半导体，哦。现在台湾最大的产业是诈骗集团呢。你们知道台湾一天被诈骗的金额有多少？来，小雨，50万，你太小看了。还有，500万，太小看台湾了。3000，1亿，4亿。那个是那一天冲高，那天冲高了，那一天冲高。那天的那个业绩比较高，一天4亿。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看笑话。哎，在场有没有被骗的？我看到一个会计师被诈骗了1.7亿。我想说，你有1.7，你还会被诈骗呢？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是很难过。我们台湾怎么变成这样子？你看到政府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哦，但政府不是没有哦。那个我们社区银发族嘛哈，警察还特别来送了一个布帘啊，然后里面写要防止什么不要被诈骗啊，还要拍照啊。然后你去建成公园，你的公园也有看到，也有挂那个布条。但纵使都做到这样子，还是没办法阻挡人的心怎么样？贪婪啊，无知跟无情啊！你知道这样的灾害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剧啊？所以牧师看到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因为我曾经认识了一个人，他们就被诈骗了100万，100万，但是那个100万是那个阿嬷他自己全部的，而且被诈骗之后，他不敢跟孩子讲哦，不敢跟孩子讲。耶利米书有一段话，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人的心啊，比什么都还诡诈。新的翻译叫什么？没有药可医啊。人的心的诡诈没有药可医哦，所以大家知道哦，其实很恐怖的哦。而且主要是什么？没有人看透。没有人看透。求上帝帮助我们这群被上帝呼召的基督徒，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牺牲的样式。我们不要什么时候想赢，我们谦卑自己，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像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的，我们在这我们要互相劝勉，我们不能停止聚会。牧师跟你讲以前是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现在聚会的孩子不会被诈骗了。你真的来聚会？牧师是讲真的，上帝会给我们智慧的啦，上帝会给我们智慧。牧师有分享过嘛？我还没当基督徒之前，每一期的乐透我都会买。为什么？你就牧师为什么卖乐透？工作很辛苦嘞。我中了一次的就翻身了嘞，就翻身了嘞。现在很多人还是去签那个，就翻身了嘞。但是当我来教会，上帝的话、上帝的光、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的心了之后，当我不害怕的时候，我就不会受那些乐透辖制啦。你有看到诈骗集团？听说有70%都在 LB 啦。你看到你就不要去按进去嘛，对不对？来路不明的电话会不会接？我都不接哦。你如果换手机不跟牧师讲我不会接你的电话的。我现在一律都不接，真的，我一律不接，不接。讯息你都不要接就好了嘛，你都不接，因为上帝会给我们智慧。当我们不断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参与教会里面的团契，我们的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光辉在我们里面。参与教会的服事，是帮助我们再次谦卑自己，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需要这个信仰群体的爱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牧师的讲话好像有点小磁性？有没有？因为牧师有点小小感冒了。但是呢，很多人都传赖给牧师，哦，昨天有人传牧师你要多喝水啊，我就回他，牧师已经喝了整个肚子都是水了，啊，那一早来那个凯慧了，凯慧说牧师你有没有好一点？哦，牧师的心又好一半了，好一半了。我们要在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互相的扶持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问题，弟兄姐妹，耶稣的爱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就像炭火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在你好的时候，你炭火烧得很旺。我们要像炭火聚集在一起。我们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炭火就要互相的来烧。你们知道现在哪个弟兄姐妹有什么状况吗？牧师都知道，大概都知道了哈。你们知道吗？如果知道，你就要默默靠过去，帮他烧一下。像那天呐，社区在分享那个大军很久没有回来了来社聚会，他说他现在考试能够撑下去，就是因为立安的一句话。哎呦，立安一句话，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的鼓励，我们就好像炭火，我们就互相烧来烧去。当我们互相烧来烧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跟上帝越亲近，我们就会走在光明的路上的啦。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啦。我跟你讲，现在诈骗集团要来骗我的钱，没有那么容易的啦。真的，我们只要不贪其身，你有一点欺意，你还会诈骗？我不懂，对不对？当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黑暗就会离开我们。有没有黑暗，弟兄姐妹？神学家说其实是没有黑暗，黑暗是假的，那是因为光不在。当我们都成为那个光的时候，黑暗就不见。因为有黑暗的，因为我们没有光。我们看到家里面夫妻孩子常常在吵架，那就是家里面就充满了黑暗嘛。当你家里有光越来越多，上帝的话越来越多，那个家里面就不会吵。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上帝的话语能常充满，让我们可以往圣洁的路上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对你的认识怎么样，主，你已经先派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要来挽回我们，不做世界上的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不配。求主的光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一切软弱跟骄傲，也除去我们从原生家庭来许许多多的伤害跟自卑，帮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飞腾，帮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站立。也透过谢谢主，你透过教会，让我们能够如炭火般彼此扶持。在这扶持的路上，在这信仰路上，我们不孤单。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来唱回应诗，我们请站立着。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诗。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救赎我命，你赐下真理，我愿顺服你，耶稣，我敬拜你。
我称颂你，你洗净我心，成为你器皿，献给你耶稣，求你带领，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来掌管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心常常为了主耶稣我们来敞开。当我们当心害怕的时候，我们流眼泪，我们还是仍然要求耶稣，你进到我的心。前几天有一个陌生人从迪化街骑摩托车来到教会，跟干事说他要找牧师为他祷告。我问说为什么？他说牧师，我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自杀。这个大概50几岁的人，牧师听他讲的非常的多，我就跟他说，当有这样的情况，你要讲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他说牧师，我这样要讲多久？我说你要一直讲。主耶稣帮助我们，主耶稣救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老我。主耶稣救我不要再那么自以为是，常常自以为中心，让耶稣圣灵的果子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耶稣，愿你耶稣你亲自来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怜悯，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一起拍手。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我每天总会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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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别惊，嘿，做会惊，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这场礼拜到此结束，楼下有爱餐，大家可以互相交易。